大家好，我係邦奴啊。嗱，要喺康城站揾兩房嘅單位咧，其實都好多選擇。但係如果要有兩房緊廚，要開揚景觀，仲要係地鐵站上蓋咧，相信今日要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可以滿足到你。Malibu 由港鐵及會德豐合作發展，由3座樓宇組成，合共提供1600個單位。而 Malibu 係康城唯一一期有地鐵站獨立嘅出口，直接接駁去到屋苑。嗱，單位實用面積咧539尺，嗱，門口有個小玄關位啦，旁邊咧可以做一個細細啲嘅鞋櫃嘅，而呢度當然係飯廳位置啦。而 Malibu 嘅樓底咧有成2.95米嘅，咁所以咧喺呢個位置咧好多客人咧都中意做一組好大嘅儲物櫃，旁邊咧當然4至6人嘅餐台都冇問題㗎啦。而呢邊咧客廳位置，相信3至4人嘅 sofa 都擺得落嘅，而闊度咧有成2.7米左右，咁所以咧坐喺度睇電視咧都唔會覺得近。而景觀方面亦都係 Malibu 一個好大嘅優勢啦，見到非常之開揚嘅景觀，有山景啦、草原景啦，遠望咧其實係見到銀線灣嘅海景啦，仲可以望到將軍澳南嘅避風塘嘅。介紹咗廚房先，嗱，曲尺型嘅設計啦，全明火爐，而台面啦、收納空間咧亦都足夠嘅，所有嘅配備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亦都齊晒嘅。而喺呢個廚房度洗碗啦、洗菜咧，都唔會覺得寂寞嘅，因為咧同樣對住呢個咁靚嘅開揚景觀。嚟到浴室啦，都係酒店式嘅裝修啦，跟住咧就係浴缸嘅設計嚟嘅。客房部分啦，都係標準 size， 擺到單人床啦，同埋衣櫃嘅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啦。嗱，先講咗啦，門後邊咧發展商咧係預留咗個好大嘅衣櫃位嘅，而旁邊咧應該可以擺到一個梳妝台啦，或者書台嘅。而當然啦，雙人床3邊落床咧，相信都冇問題噶啦。而最後咧就係呢個咁靚咁開揚嘅景觀。嗱，如果你對於呢個咁優質嘅樓盤都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聯絡我啊，拜拜。